好啦，乡亲啊，继续来到立法院，这个哪里的立委是真正哦。行政院长苏贞昌再去到立法院备询甲报告，国民党继续来主动，这已经是第13届了。民进党的立委强势清场护卫，让院长顺利入去议场。也毋过国民党团准备手套，甚至搬来一桶的猪北来啊！摒离的发言台的头前，引爆着两党的立委的冲突。啊，院长在混乱当中完成4分钟的施政报告。好，行政院长苏贞昌在民进党立委的包围下，行上报告台。国民党立委陈玉珍伸手舔麦句。现在要进行施政报告。国民党立委一直报告台，那么破水就是伫遐钱来钱去。这时国民党立委陈以信摕这个猪肝放伫台下顶，说来是规桶的。目前防护装备，民进党的立委王美惠摕到什么物件就等什么，连续2回合等猪肠啊！大家好，当全世界已有超过6000万人确诊武汉肺炎。这时，苏贞昌伫民进党立委保护下，退到后壁，也卖句继续的报告，引起第2波的冲突。正常生活，这台湾真是乱世中的福地，不讲理。几年前，中国共产党把我列为头号战乱，但我国际经贸的网络联络，如果这一步不能跨越后号溯源，清楚标示。市场稽查，从大到小一路紧盯，从海。双方差不多有20分钟的冲突，主要就是要让苏贞昌会使顺利的报告。民进党立委已经连续告几啊名啊，那国民党立委手龙早就穿好啊，和这个立法院又搁变甲有够混乱。